如果我話你知咧，港股入邊咧有個板塊咧，過去3年咧每逢12月咧都有運行啦，仲要升得幾靚添喎，你想唔想知道係邊個咧？嗱，踏入12月啦，港股咧個市況咧依然都比較淡靜嘅，成交咧隨時再度縮水啦。嗱，不過正還正啊，資金咧始終都要揾食噶，唔會真係咧同你一齊去躺平噶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市場嘅慣性啦。Smart Money 咧往往喺呢個時候咧已經開始部署啦，因為咧佢哋睇咧唔係今日，而係睇緊2個月後嘅爆發力。道理就好簡單咧，好似雙11，你會 hold 住快手啊、淘寶呢一類型嘅科技股；5·1黃金週咧，你會睇就攜程一樣啦。嗱，而家個市場靜雞雞咧搏緊啲乜咧？就係搏緊啦，農曆新年過浪啦！大家已經預期緊啦，嚟緊嘅農曆新年長假期，人流同消費咧肯定會爆發嘅。嗱，諗下邊個板塊最受惠咧？咁最易令旅客乖乖咁俾錢咧？冇錯啦，呢個就係年底必備嘅板塊豪賭股啦。睇翻過去3年嘅 track record 啦，年尾實會有一波行情嘅。你睇下金沙、美高梅、銀河呢啲咁嘅股票，圖表上咧已經開始蠢蠢欲動嘅跡象啦。做投資分析，除咗要知道今期流行啲咩，最緊要咧就係快人一步捕捉下一個升浪。想同我哋再深入了解，記得訂閱超 media 啦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。